好瘦嘅戰術。5, 4, 3, 2, 1。好啦，而家進行緊嘅就係我哋第6場，今日第6場嘅賽事啦。男子16歲或以下個人1000米嘅第一組嘅賽事嚟嘅。咁啊，呢個項目咧亦都係有3組嘅同時間進行啦嚇。咁啊，比賽咧開始咗只係30秒左右啦。咁而家見到咧一開頭咧領先嘅咧就係一路線嚟自培僑書院嘅胡家明啊。咁啊，佢暫時都一個幾大嘅力量啦，已經係帶開咗喺步線同埋10號線嘅選手咧，有成2隻嘅船位㗎啦嚇。咁啊，即係比賽嘅初段嘅嗰個力量咧，暫時都見得都幾大啊！咁啊，16歲嘅項目咧有3組㗎嚇，咁啊，盡量咧大家要爭取最高嘅名次、最快嘅時間去完成佢嘅。咁啊，喺第一組嘅賽事咧，見到咧呢一個實力上方面咧都分得幾散啊！咁啊見到咧1號線咧已經係遠遠咧拋離咧第2、第3位嘅艇隻啦。咁亦都見到咧佢以呢一個1分39秒嘅時間咧去完成一個50米嘅喎。咁係見到第2位就係10號線度，第3位就係5號線度啦。其後咧亦都唔好忽視咧3號同4號啊，因為咧佢哋亦都係咬住唔放咧，亦都係拉緊。接追緊上去啦！噏住啊！41啦！佢亦都係去到呢一個進入第2個50米嘅階段啦。42啦！呢個領先嘅噏住啦！邊嘅就1路線啊，咁佢就好厲害啊！佢帶出嚟嘅距離都幾遠啊嚇！咁啊，只係完成咗2分鐘啫，咁佢已經係去到剩翻最後嘅310米左右㗎啦。咁反而喺第2位咧就真係300啦，噏住啦！銀禧嘅正豪啦，咁第3咧就係步線就會環前中學嘅張日林嘅，咁啊呢2個嘅選手亦都帶開咗後邊其他嘅對手咧都有2、3嘅艇位㗎啦。咁啊，因為高少少啊！咁所以你見到咧一路機雖然係領先緊啊，咁但係咧佢都係盡住全力去爭取最好嘅時間㗎。最後200時間咧喺第2、第3度咧，其他嘅選手咧就會佢哋去拉㗎啦嚇，睇住佢哋。咁所以咧佢一定要俾啲壓力後邊㗎啦。已經咧好快就去到最後嘅200米啦。咁一路線咧依然係遙遙先啊嚇，帶到佢哋咧要低遠啦，好犀利啊！最後100。合操，推埋佢，去高位停啊！要1號線度咧，都係 keep 緊呢一個力量咧，相當之大啊！俾多2獎。首先衝過咗線咧，就1號線度咧，胡家明時間為3分22秒，非常之快嘅成績啊！